別喺唔同嘅範疇獲得獎勵，表揚同學喺學業成績、品行同埋服務等方面嘅優異表現。學校期望同學喺各方面都能夠獲得均衡嘅發展機會、發展潛能。琴日港電主席王維基先生出席中大講座，座無虛席。佢分享香港免費電視牌照申請失敗嘅心路歷程。其中有幾句話寫到我印象深刻。佢話：我會用盡生命做喜歡嘅事。佢亦都講：嘗試10次會輸9次，但係唔輸就係唔嘗試。佢意思就係話，輸只係代表嘗試，唔代表失敗。但係唔嘗試就一定唔會成功。咁呢一份堅持不放棄嘅精神使我熟門記境。各位同學，相信喺你哋嘅求學過程裏，亦都必定經歷唔同嘅挑戰，克服困難，獲得成功。今日喺台上領獎嘅同學，就係最好嘅明證。你哋嘅努力不懈、堅持不放棄嘅精神，值得表揚。喺呢度再向各位家長、各位同學、各位嘉賓簡介學校近況。今年9月2日，余振強紀念中學正式轉為男女校。當日校友黃德明先生亦都親臨，係見證呢個歷史嘅新一頁。學校係九龍城區 Band 2嘅天主教男女中學，喺文憑試嘅真正表現係長嘅。喺2012年我哋嘅核心4科中英數通識係屬全港得分最高5%嘅學校。全港而家約有454間中學啦，我哋嘅學校應該係最高嘅22間中嘅入面。公開試成績亦都非常之理想嘅，連續13年係主科正增值。今年9科合格率係高於全港水平。呢個嘅卓越嘅表現都係全校師生全力以赴、努力耕耘嘅成果。學校為同學提供多元化同埋豐富嘅社會服務經歷，培養同學回饋社會嘅良好品德。喺運動方面我哋連續5年室內蛙艇總冠軍，田徑隊同埋足球隊學界第一組別係作賽嘅。多位同學代表香港參與國際賽事，包括田徑足球蛙艇等等。師生嘅卓越表現係值得嘉獎嘅。喺你哋當中，亦都有已經畢業嘅同學，我都想同學知道學校嘅成就就係你哋持續發展嘅堅強後盾。同時學校嘅榮譽亦都來自你哋嘅優秀表現。我係以同學為榮，無論將來你哋升學或者投入社會工作，希望繼續持守校訓、愛主教育精神，發熱發光，貢獻社會，彰顯主榮。多謝大家。